喺小乘所講嘅涅槃嘅狀態，或者小乘宗義底下聖者，小乘宗義底下聖者安住喺涅槃嘅狀態，係不停咁要做出嚟嘅。涅槃係需要不停咁做出嚟，得唔得？OK，涅槃即係佢需要享受受用嗰個涅槃嘅時候，佢就生起返嗰個佢要進入嘅果心嘅嗰個狀態，然之後就不斷重複嗰兩個剎那，或者不斷重複咁嗰三個剎那，係一件不斷重複去做嘅事嚟嘅。咁佢只以呢一種不斷重複去做嘅事，去到構成佢一個涅槃嘅狀態，得唔得？咁所以同一般冇好好咁去學習過佛法嘅人，佢對涅槃嘅認知係完全唔一樣。一般人會一般嘅佛教徒會誤以為涅槃係咩啊？我做咗啲嘢之後，我乜嘢都唔使做，我就喺個涅槃裏邊。但係唔好意思，如果你要喺個涅槃裏邊，從小乘嘅宗義，你係不斷要做緊啲嘢，你先至可以維持喺個涅槃裏邊。你不斷重複嗰兩個剎那，或者不斷重複嗰三個剎那。